之处，你来浇灌，一次又一次我呼求，主耶稣，甘愿将生命全所有完全给你，全心爱你，全心献上给你，因为爱你，全心地敬拜你，是我一生的呼召，全心爱你，全心没有怀疑，尽心尽意尽力地来爱你，是我一生的呼召，全心爱你，全心献上给你，因为爱你，全心地敬拜你，是我一生的呼召，全心爱你，全心没有怀疑，尽心尽意尽力地来爱你，是我一生的呼召，因为爱你，全心地敬拜你，是我一生的呼召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平安。在今天，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，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领受，让上帝的话语带领我们的每一天，也提醒我们在生命当中来跟随上帝，来跟随耶稣，也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学习怎么爱耶稣，怎么爱上帝。爱你是我一生的呼召，让我们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来回应上帝。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敬拜上帝，也来向上帝陈明我们的心意。生命每个部分，你来掌管。心灵最深之处，你来浇灌，一次又一次我呼求，主耶稣，甘愿将生命全所有完全给你，全心爱你，全心献上给你，因为爱你，全心地敬拜你，是我一生的呼召，全心爱你，全心没有怀疑，紧紧地你，尽力地来爱你，是我一生的呼召。生命每个部分，你来掌管，心灵最深之处，你来浇灌，一次又一次我呼召，主耶稣，甘愿将生命全所有完全给你，全心爱你，全心献上给你，因为爱你，全心地敬拜你，是我一生的呼召，全心爱你，全心没有怀疑，紧紧地全心地来爱你，是我一生的呼召，全心爱你，全心献上给你，因为爱你，全心地敬拜你，是我一生的呼
尽力来爱你，是我一生的呼召。因为爱你，全心地敬拜你，是我一生的呼召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爱你是我们一生的呼召，让我们学习用我们全心、全人、全意、全力来爱你。让我们将自己摆上，来到你面前，让你来使用。主啊，让我们爱你，来到你面前，因为你先爱我们，让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个部分都由你来掌管，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个部分都有你的恩典、你的带领。主，我们要将这些都摆上，都献上。愿主你就在我们当中来掌管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愿意将自己完全的来到你面前，让我们心灵最深处的由你来浇灌，由你来遮盖，由你来帮助。主，让我们全心全意的将自己交在主你手中来敬拜你。感谢主，我们要再次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手中，愿主的灵与我们同在。感谢赞美主，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平安。今天2月29日，我们要读的经文在约珥书第3章第14节到第21节。约珥书第3章第14节到第21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也一起来领受今天的经文。成千成万的人聚集在审判谷，上主审判的日子就要在那里临到。太阳、月亮都昏暗，星星也不再发光。上主从锡安怒吼，他从耶路撒冷发出雷轰，天地都颤抖。但上主要庇护他的子民，做以色列人的保障。上主说：“以色列啊，那时你就知道我是上主，你的上帝。我住在我的圣山锡安，耶路撒冷将成为圣城，外族人永不再征服它。到那时候，漫山遍野，新酒涌流，山岳丘陵，牛奶滴流。有一大的溪水川流不息，有一条泉水要从上主的圣殿流出来，灌溉蛇亭谷。埃及将成为废墟，以东成为荒野，因为他们曾向犹大施暴，流了无辜者的血。我要为被害者报仇，我绝不放过凶犯。但犹大永远有人居住，耶路撒冷待在人烟稠密。我上主要住在锡安山。我们今天的经文在约珥记第3章第14节到第21节，让我们再用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领受，来默想今天的经文。
大家平安。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想每个人读的都有不同感受。当我们在每次读的时候，也有不同的经历。在当中，当我们在读的时候，也可以去想一下，我们自己看到了什么？你看到了什么？在这些经文当中，有什么是对你有帮助的？有什么是上帝在提醒你的？有没有透过这些经文当中，更认识我们信靠的上帝，更认识这一位我们所仰望的上帝？所以在约珥记虽然只有3章，但是从第1章、第2章到第3章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，一直都在转变，一直在转变。是这个上帝在改变吗？还是在当中有没有看到上帝的心意在当中？所以在这样经文当中，好像一直在转弯，一直在改变，但是我们看到上帝的心意没有改变，是在当中他用这样的方式要把他的儿女唤醒，要把他的儿女唤回。在我们当中也是如此，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让上帝来带领你？在今天经文当中，我们来看，当昨天的时候也看到说，要聚集在那个审判谷，而在当中要回来，在这当中聚集的时候，上帝要攻击万国，要审判万国，在当中要赐福给以色列。然而在第1章的时候，那样的情况当中，好像以色列被击打了。但是在第2章的时候，发现人在悔改的时候，上帝把人换回。当人愿意开始悔改，而且发自内心诚心的悔改的时候，那样景象就开始不同了。而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当进到审判谷的时候，上帝要去审判万国。在进到审判谷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上帝是这样子的保护他的子民。这边讲到说，成千上万的人，成千成万的人聚集在审判谷，上帝审判的日子就要在那里临到。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约珥记里面常常在讲到说，耶和华日子，耶和华日子，上主的日子，审判的日子。在这日子当中，上帝与人同在，上帝要来到这当中，上帝要来审判所有的人。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审判的日子就要在那里临到，在约沙法谷，在审判谷，在判断谷，在当中要来审判这所有的人。在当中，我们有没有照着上帝的心意来走？我们有没有去经历上帝的恩典？在当中，我们有没有将自己摆上？所以，当上帝的日子来到的时候，一切都将成为昏暗。在当中，我们看到这所有的一切，那种光鲜亮丽，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生命好像要把它相奸相淫，放很多钻石在那些神明身上，好像要让他们很华丽。我们看到很多的神明，我们人都把它加官进爵，让它一直往上升，把它东西往上叠。而在当中，你们又看到那些日月星辰，所有的一切，如果用太阳系来看的话，所有一切若太阳暗淡了，所有一切都不再光彩。而在整个银河系，在整个上帝所创造的当中，当上帝不再去祝福在那当中的时候，一切也将暗淡，太阳、月亮都昏暗，星星也不再发光。而这些星体若不是来自于上帝的恩典，都不再发光。而这些反射的星体，因为那些不再发光的也不再发光了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这所有一切都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来。当上帝让那些云雾遮盖住，那些都不再发光，不再发亮。所以我们看到当上帝来的时候，用云雾，用所有一切把这世界来遮盖起来，似乎又回到原初的那个混沌当中，看不见光，看不见那个亮光。
然而上帝依然存在，在当中，这所有的神明，这所有的一切都暗淡了，他们不再有能力，他们不再发出那光芒。上主从西安怒吼，他从耶路撒冷发出雷轰，天地都颤抖。所以当上帝审判的时候，他说出话来，他在审判这一切的时候，当我们看到那些以色列人，当摩西去见上帝的时候，那上帝在对摩西说话，那世上的人，那些以色列人听到的声音就很像打雷一样。在那雷轰的过程当中，以色列人都害怕，他们没有听到什么，他们只听到雷声。当上帝来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当他在审判的时候，其他人没有听到的，听不懂的，但不明白的，上帝没有让他们听到的那些人听到好像雷轰一样非常大的声音。记得前2天新闻有在讲，好像台湾某个地方突然间有2声很大的声音，大家都在想发生什么事，发生了什么事。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，突然间爆炸声，突然间轰了一声，突然间发生什么事，大家会惊了一下。所以那很大的声音，大家会想发生什么事了。当上帝的声音临到的时候，当上帝的审判临到的时候，他说上主从西安怒吼。上主坐在他的城市当中，坐在他的宝座上来审判万民。他从西安怒吼，他从耶路撒冷发出雷轰，天地都颤抖。上主要庇护他的子民，做以色列人的保障。所以当中所有一切都害怕、都担忧、惊恐的时候，这边讲到说，上帝要庇护他的子民，做以色列人的保障。因此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上帝的作为在当中。所以这当中也很像是一个当父母的人，他管教他孩子，到后来他抱着他的孩子，但是去斥责那些欺负他孩子的人。有一些人，有些恶者，他听到这些，他们专负欺负那些弱小的，然而他们被斥责的时候就害怕了，就惊慌了。所以这世上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在发生，有很多这样的人专门欺负那弱小的，但是面对比他凶的就害怕了。上帝是蛮有能力的，当我们面对到这些的时候，回到上帝面前来，上帝要带领我们，上帝要为我们征战，上帝要保守着我们。因此在这所有一切当中，其实常看到的是我们不愿意顺服在上帝面前，我们照着自己的想法来走。然而这当中我们看到上主要庇护他的子民，做以色列人的保障。在天地都颤抖的时候，在所有人都觉得好像世界要毁灭的时候，然而上帝保守着他的子民。上主说，以色列啊，那时你就知道我是上主你的上帝。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，他们依然有许多的问题在这里面，他们不愿意顺服，他们在寻找其他的来帮助他们，他们遗忘了这个上帝是带领他们出埃及的，这上帝是保守他们、祝福着他们的上帝。我们生命也常常是如此，我们常常在某些情况当中，我们不愿意顺服，我们不愿意跟随，我们常常说啊，这个不是真的啊，我要找那个更有能力的，就到处乱跑。然而上帝在当中也要让他们去看到这些。所以前面也讲到说，当耶稣在行神迹，当耶稣的门徒在行神迹的时候，在马可福音当中，我们前阵子在读的里面，在看到这些神迹是怎样，要回来证实他们所讲的，要成为他们所传的这些内容的见证。
所以当中也看到上帝所做的这些是要祝福这些以色列人，让他们知道这上帝一直与他们同在。虽然他们离弃了上帝，虽然他们得罪了上帝，但是上帝没有离开他们。因此在当中所会产生的是这样子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他讲到说，以色列啊，那时你就知道我是上主你的上帝，我住在我的圣山锡安，耶路撒冷将成为圣城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锡安山、耶路撒冷，这对以色列来讲是非常重要，也是如此。上帝说，我住在我的圣山锡安山，耶路撒冷将成为圣城。所以因为有上帝的同在，外族人不再征服他，而且他说永不再征服他，因为上主的同在。其实我们看到，其实耶路撒冷城很难攻破，但是因着上帝的同在，大卫攻破了。因着上帝的惩罚，后续耶路撒冷城又再次的被打破了。所以就是如此，有没有上帝的同在非常的重要，有没有上帝的同在非常的重要。因此在当中，当上帝这边讲到说，我要住在我的圣山锡安山，耶路撒冷城将成为圣城，也就是说上帝的同在，上帝就临在这当中，上帝与以色列人同在。前面也讲到说犹大，或者是讲到说耶路撒冷，也就是说在以色列全境，上帝都与他们同在。因此在这样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去看到上帝怎么样来带领他们，在这样的过程里面，上帝与他们同在，这样的与他们同在就保护着他们，庇护着他们。虽然有很多事情在动荡，但是上帝的恩典就临在这当中，上帝的庇护。其他经文诗篇里面也讲到说，在那翅膀荫下，上帝要庇护着这以色列人，就像母鸡，就像老鹰，他们把小鸡、小鸟庇护在他们翅膀荫下，来庇护他们。所以外族人不再征服他，而且永不再征服他。只要有上帝的同在，就有上帝的保守。到那时候，遍山、漫山遍野，新酒永流。所以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接下来，当上帝的同在、上帝的祝福临到的时候，接着很多的恩典就继续的浇灌了下来，很多的恩典就继续浇灌在当中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的就是如此。从这当中开始，有那漫山遍野，新酒永流。三月丘陵，牛奶滴流，犹大的溪水川流不息。这是不是源源不绝的供应进来了？有酒有水有奶。这是不是就像摩西他们要出埃及的时候，上帝所赐福给他们的，要给你们那流奶与蜜之地？这些供应源源不绝，川流不息，新酒永流，牛奶滴流。当这样下来的时候，接下来这些土地是肥沃的，一直有水进来，一直有这样的养分进来，这些土地是肥沃的，能够种出许多他们所需要的，而人们居住在那边，他们的粮食就不缺乏。所以在这当中，让我们看到后续上帝的恩典是这样，前面好像是毁坏所有一切，但是上帝在前面也讲到说，要补偿给他们，而且让这块土地有我的保守，外面的人永不再征服。接着是有这样供应源源不绝的进来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要领受这样恩典，我们要悔改回来，我们要带领人悔改回来到上帝面前，让上帝在当中遮盖着我们，上帝的灵与我们同在，上帝的恩典源源不绝的加进来到我们当中。为什么每天要灵修？就是让每天来到上帝面前，领受上帝的话语，领受上帝的恩典，让我们有能力去祝福着别人。
不是说我很没有能力，而在当中我们要领受这样的祝福，去祝福这世代，祝福你身边的人。当你枯竭的时候，你就开始有很多抱怨；当你枯竭的时候，你就开始有很多负面东西、负面情绪出来。然而在这里面，让我们所领受的是上帝源源不绝的供应进来，上帝的话持续不断供应进来，让撒旦的作为离开，让你那些不好的意念离开，让你生命里面满满的这样的感谢，这样恩典临在你的生命里面。这边还后面讲到说，有一条泉水要从上主的圣殿流出来，灌溉蛇亭谷。所以这一条泉水流出来的时候，上帝的恩典从这当中出来，进到以色列当中，从上帝的殿出来，从上帝的圣殿出来，流到以色列人当中去灌溉。这当中上帝的话，上帝的大能，上帝的祝福就在这当中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你愿不愿意如此？你愿不愿意这样子？或许这一条是利未人，或许这一条是你的家庭，或许这一条是长老教会，或许这一条是我们的教会。从这当中要去灌溉，要去祝福这个蛇亭谷，祝福在我们这个世代当中有一条泉水从圣殿出来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看到那样的景象？这样流奶与蜜之地，这样上帝所祝福的地方，这样有上帝的供应，不缺乏，不用害怕，不用担忧。当我们依靠上帝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上帝的恩典就在这当中。因此当我们在这样分享的时候，当我们这样领受的时候，有没有看见上帝的作为就在当中，上帝的应许就在当中。我们很多时候都很害怕，很担忧很多事情，然而上帝的带领，上帝出手的时候，这世界完全不一样了。然而那些顺服的人可以领受许多上帝的恩典与祝福，那些不顺服的人要去经历到那些审判，万国的审判在当中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的生命要走向什么样的情况？在第18节这边看到了说，到那时候上帝的日子来的时候，那时候漫山遍野，新酒涌流，三月丘陵，牛奶滴流，犹大的溪水川流不息。所以这当中让我们看到，哇，这很美好的祝福临到这当中，而且他后面还加码一件事情，有一条泉水要从上主的圣殿流出来，灌溉蛇亭谷。从这当中，这条溪水要从圣殿，要从上帝的圣城，要从这当中来带来这美好的祝福。埃及将成为废墟，以东成为荒野。哇，这一转弯完全不一样了。上帝的供应在以色列当中，但是看到哇，上帝对这些惩罚是如此。埃及成为废墟，以东成为荒野，因为他们曾向犹大施暴，流了无辜者的血。在前面第2章、第3章有没有看到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？他们把男童卖掉换妓女，把女童卖掉换酒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，当他们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上帝的惩罚也临到他们当中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上帝这样祝福着以色列，让他们领受这许多的供应，让他们成为一个大国。上帝的祝福让他们领受这样的丰盛在他们当中。但是一转弯回来再看的是，埃及将成为废墟，以东成为荒野，因为他们向犹大施暴，他们没有善待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当上帝对亚伯拉罕的祝福，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，也在当中又再次出现。所以这当中在讲到说，当上帝祝福亚伯拉罕的时候，跟他说，
那些祝福你的人，我要祝福他到千代；那些攻击你的，我要追讨他们。所以这当中，我们看到上帝也就是这样如此在对待以色列，在祝福了以色列。当那些祝福他的人，上帝也祝福那些国家。然而，我们看到那些攻击以色列的人，这边看到上帝就惩罚，上帝就诅咒，上帝就对他们下手，因为他们曾向犹大施暴，流了无辜者的血。因此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你要怎么样来做？你要怎么样来做？你也要去流那无辜人的血吗？你也要去做那些得罪上帝的事情吗？还是你要在当中去祝福这许多的人，让上帝的恩典也加添，也祝福在你跟你的家族当中。而当上帝的日子来到的时候，当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时候，也领受这样的美好的供应，美好的祝福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我要为被害者报仇，我绝不放过凶犯。所以当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上帝出手，上帝出手。那些加害者要去面对他所该面对的，而上帝会为那些被害者报仇。他说：“我绝不放过凶犯。”所以当中有没有看到你的生命，你还要进到怎么样？或许你会觉得我不是加害者，但是你是共犯。很多时候我们会自以为我们是被害者，但是你没有发现你是共犯。所以当中很多国家会出现，我又不是主动出兵，是我被要求的，都一样，在这当中。所以他说：“我要为被害者报仇，我绝不放过凶犯。”所以上帝的恩典要临到以色列国家，要临到以色列犹太人。在当中也让我们看到上帝也在当中要保守着我们，让我们在面对这一些的时候，端看我们愿不愿意顺服在上帝面前，还是我们继续照着自己的想法来走，继续的在作恶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这许多事情当中，你怎么看？你怎么决定？而这里面在讲到说，但犹大永远有人居住，耶路撒冷代代人烟稠密。在旧约时代，有没有看到生养众多是一个很大的祝福？那种荒凉是因着离开上帝，是因着咒诅，是因着惩罚，荒凉了。所以前面在看到说，讲到埃及，讲到以东，就成为废墟，成为荒野。而在当中回来再看，讲到了犹大，讲到了耶路撒冷，这边讲到说，犹大永远有人居住，耶路撒冷代代人烟稠密。所以永远有人居住，人烟稠密，这不就是一种繁荣的景象吗？当一个不好的地方，大家要赶快搬离；当一个不好的地方，大家赶快离开。但是这当中讲到说，人烟稠密，永远有人居住。我上主要住在锡安山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，虽然以色列经历到这许多的事情，但是我们也看到上帝一直与他们同在。所以他说：“我要住在圣山锡安，而耶路撒冷要成为圣城。”也就是在这当中，不管是在圣殿，或者是在圣山，上帝都在那当中，上帝就与人同在。而在这里面，也让我想到说，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上帝是大而可畏的，大家都会害怕。
所以到后来，上帝让耶稣来到这当中，与我们一起生活。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上帝是看不见、摸不到，哇，这我做什么也不晓得。然而，上帝让耶稣来，让我们在当中很清楚知道我们要怎么样来做。实际的耶稣怎么做，我们就学着做，我们就跟着做。所以他的门徒也是如此，耶稣怎么做、怎么说，他们学习下来就这样说，就这样做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你要进入到什么样的情况里面？上帝怎么带领你？你有没有愿意完全的交托给上帝？许多时候，我们都用自己的想法，甚至我们成为他加害人，我们去欺凌别人。或许我们在苦难当中，我们有许多的抱怨，但是有没有回来再看上帝的带领，让我们不是在那抱怨当中？有时候我会说，我也在看着上帝的能力在当中，上帝怎么带领？这许多事情当中，上帝怎么来处理这些事情？上帝的恩典、上帝的祝福怎么在当中来彰显？许多时候我们都很急于自己要去处理什么事，但是我们也常常在当中远离了上帝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很需要的是回到上帝面前来，让上帝亲自带领我们。许多时候不是自己在处理什么，而是让上帝来带领，让上帝来出手。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安静下来，听凭主怒，看上帝怎么在这些事情当中来彰显他的大能。接下来我们一样有一段时间，让我们来回顾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，来思想今天的经文，上帝在说什么？让我们再来看见经文，再来默想今天的经文，上帝在对你说什么？主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美好的应许。或许过去我们不明白，或许我们过去也经历了许多的事，然而主，我们要将自己摆上，让你来带领我们。我们渴望领受那美好的恩典与祝福。然而当我们在经历这些许多的苦难的时候，在经历上帝你的惩罚的时候，或许我们常常看不见前面的路，我们常常会觉得看不到尽头。但是求主你与我们同在，
让我们也领受这许多的恩典与供应。虽然在这许多的事情当中，也让我们真实的去经历到主你源源不绝的供应，要临到我们。这许多的恩典要祝福在我们当中。感谢主，你就与我们同在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面前，恳求你就在当中来掌权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领受、今天的聚会、今天的敬拜，都恭敬的仰望，交托在主你手中，恳求你在当中来帮助，也悦纳我们所摆上的。主，我要将今天的聚会交在主你面前，愿主你赐福，愿主你看顾。我们将祷告祈求，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让我们每天都有一段时间来到主的面前，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领受。愿上帝祝福你。